好，过了山骹，想着咱命遮精差，咱先出外，无人等，注意我的音标。咱先出外，无人教，教无共。咱先出外，无人教，无人通找教。我少爷呢？我少爷呢？我怎出来坐火车？艰苦坐我呢，对无？出外无多呢，无人通好。去甲我创啥？叫创啥？而且是这个所以这个教字足麻烦。咱讲这个人选去教，咱嘛讲这个人足好。杨教，毋是杨教对无？杨教，你叫伊就行。我叫伊开单，你去遐讲，是开讲，就免开啊。这是杨教，所以伫遮都爱注意读。所以你若注意看吼，人伊写啥？伊写教伊边顶个教呢，正讲的哦。伊今日读毋对去，伊若写教育的教，今日读对什么？教去，伊是有意思的哦。伊特甲你讲，我今日甲你讲，咱先出外无人教，叫你读教，对无？真重要。这袂使叫骗去。是咱初切心要拍啦，不是两人共做阵，毋免烦恼，遮可怜吼！出外共伊，咱讲家，泉州人讲啥物？共，所以真侪人咧讲他会写字字，他会写共同的共，这是有理由的，因为泉州的人因是讲共，我共你。我讲有说，讲咱江州人真侪音拢变，拢甲迄个鼻音转消失去，所以转无去，变做啥物？教所以语言是即个出外光景光景甲伊看较真，好车要行看时刻，一时起行到中立。风景十分真新鲜，无通互咱看明白。8点去到安平镇，咱都有看到对无？安平镇的即摆啥物？即摆冰镇足老块的呢。一市啊？冰市迄个香啊。对啊，即摆市啊呢。那个地区啊。伊讲咧地区啊咧。客人查某歹下身，歹势，即个下身吼，毋是一般的下身。就是这个骹死啦，咱客人，咱在座客人吼，在座家人无客人是安尼，有当查甫是伫厝里咧摇囝，查某是啥物？出去毋是趁钱，出去做事，去远的做事，所以客人查某吼。那是大骹步啦，好人看到大骹步就是啥？就是左肩痒啊，毋是千金小姐会痒啊，所以讲歹下身是即个骹吼。在伊所在无要紧，若是因客人这么意思讲安怎无要紧啊，但是看去车骹较挑神。看其面型十分好，生正面目白泡泡，在伊庄中歹手做，红衫穿做昆山罗。后来，这昆山罗特别小交代者，真侪故事咱怎拢拍进去，拍袂，伫歌词捡倒来。昆山罗我有去问过迄个老白做衫，你若敢捌听过？毋捌哦，老白做衫，伊讲迄是一种丝了的丝绸的做法。迄个昆山是一个地号名，以前会摕迄个特别的做法，咱怎软胖胖的，讲做软胖胖的啦。迄个丝甲螺甲绸拢是啥物？软胖胖的。较早人咧讲这好料拢穿啥物？
拢穿迄个软胖胖的。啊，伊的做法就是种做特别的做法，吼。光景久也真好看，受着烦恼无心肝，想着我心无安怎，家中代志无想山。我是想讲，过来这两句，这两趴，请咱读看下好无？好啊。来，杨梅。树生公宴客，正好多人登记者，他喜朱里，内听着，好车起行到正头。好，感谢。这内底还有一个问题要看，所以要读歌册。有人讲啊，歌册拢黑白写，其实毋是黑白写啦，因为有当时会色角插。来，伊原文是啥物？十句真句就会到。这可见咧扣字人，伊目睭明明咧看10分真句对无？结果扣的时已经先甲这个句安怎？扣咧放伫这个分音的位啊啦。因为十句真句绝对无意思啦。啊，你看前后文，大概就知影哦。所以这我会了解，迄阵当初的印刷文化，咱家己真出名的罗印务所，啊，甲信徒，啊，我嘛扣3克啊，迄个字盘，印字啦。啊，你若看迄个字盘，较早像我伫家里的是，较早迄个哦，专门咧拍字用镜的呢，镜到遮落去。啊，老实讲，若镜一个安怎？隔壁头前倒平，啊，落啊嘛，啊就毋对，伊嘛捌定定毋对去，啊，咧考啊吼，才来一间教训啊，通知啊，通知解，你有捌听着安尼哦？你看足少年呢。大家拢捌少年过啦吼，你讲是加标准啦，来，所以这内底咱要提考这个歌册用字，这当然爱有一寡知识吼。客人查某好礼数，毋管查某共，来注意哦，这查某写安尼对无？当然这边写安尼。表示伊查某甲伊查甫袂出来，对无？伊一定爱讲查甫，毋是，伊一定爱讲查甫，表示讲伊这个腔是讲查甫。来，捌讲过查甫的举手，捌听过查甫人的举手。哦，有啦，对哈。我知影家己差不多听这音足学的啦吼。你叫你讲无可能，叫你听着肯定听唔着。所以这明明就是讲查甫，这安徽腔一定爱讲查甫。但是到尾啊，咱即摆为着方便，所以咱人设置早语啊，实在是足酷刑的啦。嗦咪来咪咪来哆啦，嗦咪嗦啦咪来哆啦，咚咚咚咚咚，来。地头所在久啊大埔哦，三个大厝三脚拄，家在必定是真有。头咧龙，龙。这个调是台湾人差不多正式台湾囡仔。讲台湾囡仔若毋捌看过播第二歌，伊是袂看。这是正式囡仔时代就安怎？就拢伫咱的记忆内底，伊歌声伫咱套，要个套无？我放卡拉 OK。两条大溪，
成海面，天脚一看，头就晕，我想佚佗遮赶紧，无通甲伊看到清。好，过来我讲一个名角，七字啊，我先念歌讲做七字啊，七字伊是一句，七字四句一拍。伊这毋是死管，伊内底拢会插字、插音、插音，什么是插音？两条大客啊，两条大客啊，搁一届，两条大客啊，成啊都，伊会加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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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。这在经袂使后边加咯，伊是有原理，伊有顺喙的，而且感觉加落读落才会好势。讲台语歌吼，若甲读音停掉，无像台语歌。台语歌真济，其实伊的歌词几字啊尔，但是伊就是遐好听伫遐读音。依然。就是当下来，会将高丽的阿妹一大丢，还有黄康来，康会最爱的丢，当下的阿妹的弟妹的弟都来，拢做歌词几字，14字尔呢，火车行到凤凰来。广康的最底就来，安尼尔呢？啊，剩了拢是啥物？都塔呢？加几条？一招，嘿多，一好，啾嘞，唱有几字塔音？啊，你若歹塔音，无袂使迄啊！一只鸟啊，好啾，一只鸟啊，好啾，好，袂使离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就是讲你若甲台语歌的迄个读音讲读字、读音、读落，迄是甲提调无相关，迄是台语歌的特色。来，家己兴进小步歌。变歌移居凤山区市场内面卖股是住在凤山做生意，国安紧甲恁通知，现买卖爱卖粉的迄个卖国安本来拢是新店咧甲敌人写，后来伊煞去凤山。这足明显，咱这本是伫咱家己玉珍汉书部发现。玉珍这个册剧本拢总换过3改名，日本时代才改玉珍汉书部。就比如我发现的毋是日文，是汉书。而且你要看。真济，伊这个是足慢的，伫时间来讲，一本时间就足慢出来。甲咱刚伊所看到的差了几10档，可见美国安是看到古早的这个版本，佮改编。讲竟然倒伫遮，就是真济改编的。都有看酷评有无？是啊，我讲600评，伊遐就写600评对啊，所以咱讲是讲酷评。挂好歹钱毋免紧，饮水免好用，对清好。这点真济迄个内底讲就过来讲就迄个银行界，我为着这话，佮请教银行界啦。佮有做对清，有诶讲对清，有讲对清，伊则是对清。讲对清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较早吼，歹钱、歹钱足济。咱做拢相信一张1000块对吧？做总这是假尔嘛，假人就无接受，无就无，有就有对吧？较早毋是，较早的钱，
用铜用金，金咧做就金，银做就是银，啊，较恶一个，银内底解透，啊，透铜、透铁、透其他，啊，叫做该钱。咱听无就讲，华语要你讲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啊，咱做听无什么说，咱做唔知说什么说劣币对无？劣币就是歹钱啦，歹钱啦，就是迄个成分无够，金啊，咱只18K、24K 对吧？啊，有是12K，啊，若无顺利讲，较无价值，愈歹就当然就愈无价值。所以歹钱伊是伊就歹，伊无法度起来分辨好啊歹。因为较早钱庄足济啊，钱庄，即摆我发的，足济钱庄。啊，我无法度甲你去提考讲，你这偌笔偌重，我是通来算对折。你摕来，我拢来算对折，钱庄就是来趁的。啊，你这就是表面上等于一箍一元啦吼，啊算一半。啊，这对千还是对千？哎，这话这吼，我是讲背书，一口传书，啊，到个头，啊，后讲着动物的，后讲着食物的，后讲着食米的，52碗菜，吼，讲咧到地好，有够澎湃。